位亲爱的朋友，您好！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台南的安平。安平呢，古称王城，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小吃、古迹，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人文景点哦。最近这里呢来了一个蒙娜米小客厅，它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跟着我来，您就知道了。嗨，美霞老师好，洪老师好。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蒙娜米乐团的洪奇美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一起到蒙娜米小客厅，大家请进。哦，好，我们一起走吧。嗨，老师请坐。哦，好，谢谢。哎，洪老师，我觉得这个空间看起来很舒服哈。谢谢。这是一个老房子吧？对，这是我从小的成长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蒙娜米乐团的本身是设在你的老家。对，然后变成客厅这样子。对，其实说这是我老家，我在大概5岁以前，我是成长在安平老街，我在那边出生的。哦，真的哦。对，这种是很难得的经验哈。对。那所以你在安平在5岁以前都在老街那边活动。对。所以你对老街的印象是什么？哇，那个门哦，那个门是一片一片倒起耶。哦，我知道，就是以前那种一片把它拼起来，然后早上一片片拿下来，对，按那亏切的，对了，了解。哎，所以你们家也是在老街上面做生意的嘛？对，我的阿公还有我阿公的阿公，嘿，然后我是本的啊。哦，了解。在老街的外面就是批准，然后上岸之后会需要用餐，就到我阿公本的菜，各迄个上岸的那些，我觉得渔民。那感觉真的很传统的安平，所以那时候安平跟你现在的安平的感觉很不一样，真的不太一样哈。对，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在邻居门对面的那个邻居是伪婚姻耶，哎，但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婚姻，就是现在的那个大波霸的缩小版，就小小颗的。哦，真的哦。对，然后会跟那个阿婆聊天，然后有时候早上会跟我阿嬷，然后她会带我去菜市场，菜市场就在我们家前面，再往前走。现在的那个什么，那个有剑师的那个地方。哦，我知道，就是我知道，还酱菜点那个地方。对，现在有很多人把它弄很漂亮的花花的巷子。对。可是其实以前是菜市呀。哦，了解。还有卖豆腐，我还感觉到可以闻到那个。一袋房啊，菜豆腐，然后豆腐方方的，然后刚出炉那种热气蒸的那种豆腐香，还有豆芽菜。哦，了解。所以其实您说你5岁离开那样的一个安平的老街，你对安平的记忆是很强烈的哈。对，在那个时候。所以后来你们是搬到属于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平比较稍微离开老街的新兴的社区嘛哈。对，在这里也有好多年的时间。哦，在您说在，就是我们现在蒙娜米乐团这个所在地。我是从5岁以后，我们家就迁到这里来。哦，了解。那个时候呢，其实这边都还没有房子哦，就我们家我阿公盖，就选择在这个地方买一块。其实我们从那边开车过来哈，从那远远的看到这个房子，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老房子。那在这里为什么要成立蒙娜米乐团呢？因为我的成长历程，我就是走音乐这一条路，对，然后学竖琴，我超爱竖琴，了解。然后走了就是世界一圈之后，我觉得台湾很美，对，那想要把这样子的美带回来自己的国家。最好的东西带回来给自己故乡的人，其实蛮归于返乡的一种很朴实的一种情感哈。对，所以就回到台南，回到自己生长的安平这个地方。对。那蒙娜米这3个字什么意思呀？蒙娜米就是蒙娜米在法语的意思是我的好朋友。哦，所以我的好朋友，我有一个客厅，对不对？对。所以我会在这边，老师你会让我们体验竖琴，对，然后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据点。那如果其实很多人说，哎，我想要了解一下竖琴。你这边有一个让完全不懂竖琴人的体验课程吗？是有啊，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我带着这个乐团，然后我们会到台湾的很多地方去演奏，甚至搭船到金门、澎湖，然后到太平山。这么大的竖琴，对，真有勇气啊！游轮哦，了解。那我就觉得台湾实在太多太漂亮的地方，对。那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家，对。那我可以从听众的眼神，还有他们羞涩的语句，很想
哎，那个竖琴怎么弹？到底怎么回事？对，因为其实以前大家觉得它是庙堂之高，说真的太过古典了。可是老师，我在想，你有这个客厅，就希望让它更亲近于民众，所以你还有很多体验课程，对不对？对对对，就是希望让那个大家只要有兴趣哈，我们就是用一个免费的体验课，然后让这个蒙娜米，我的朋友，我永远欢迎你。那蛮特别，其实我们今年南方讲堂也跟老师合作哈，我们用电影跟竖琴、绘画跟竖琴、建筑跟竖琴，还有诗歌跟竖琴呢，做了很多合作。先跟各位讲啊，这个课程真的秒杀，秒杀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蒙娜米乐团的表现太精彩了，大家都想来做客，对不对？那我就跟老师说了，蒙娜米我的朋友，您邀请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喜欢音乐不喜欢音乐都没有关系。对，那我帮你邀一位帅哥。哇，太好！这个帅哥呢，他又会写。又会弹，然后我想你是弦乐器，我就找了一个他是要弹三味线来跟你呢 PK 一下，也结交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日本人，叫大洞敦史。对，欢迎。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采访大洞吧，让他用三味线跟我们的竖琴来做一场欢欣的对话。欢迎。好，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所在的地点呢非常有趣，它叫蒙娜米。那我们老师也介绍过了，蒙娜米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在蒙娜米的小客厅，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在蒙娜米小客厅，我们做一个非常亲切的音乐小聊天。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蒙娜米这个乐团的团长，就是洪七美洪老师。美霞老师好，大家好。还有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说过了，他既能唱又能写的帅哥大洞敦史。美霞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大洞。我想老师我们会很好奇哈，一个日本啊吼，来到咱台南哦。会扬唱歌，爱扬下语，真的很厉害，对不对？我们今天得好好聊一聊。大洞，我想请问你哈，您为什么会到台湾来，而且到我们台南来呢？是，一开始我学生时代，跟同学们一起来台北的时候，我就对台湾的大自然的风景，还有那个天气呢，然后南风的那个温度，就被我入迷。哦，了解，喜欢的南风微微吹的感觉，对不对？那个时候刚好是端午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南风，然后有带一点湿气。哦，了解。这个我皮肤被那个吹南风的时候，就感觉有很温暖，好像被一性拥抱的感觉哦，我就觉得当南风拥抱你的时候是南风轻轻吹来，感觉不错哈。那因为这样缘故，所以呢，你对台湾就有很好的印象了。但是重点是，台湾这么多地方，你选择在台南留下来，而且你还是台南合格的街头艺人哦，对不对？跟我们参加很多文化活动，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台南呀？我后来我一个人来台湾旅游几次了。对，有时候去离岛，有时候去东部。对，但是第一次来台南的时候，我是对台南的城市的气氛感觉，觉得跟其他的城市有所不同的地方。是怎样的气氛呢？是一个是建筑物，建筑物是没有台南。市区也没有像台北、高雄那么很高层的大楼哦，了解。感觉天空很大，对，是觉得走起来很舒服。哦，对，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那个蒙娜米小客厅哦，可是洪老师，这是你的老家嘛，对不对？哈，所以是老家也算是安平的老房子哈。所以老师这个蒙娜米客厅给我们感觉很舒服，是因为其实它也不高，这个有几层楼高呀？2层半，有2层。哦，了解，非常典型的台南的小房子的感觉，对不对？那后来呢？您除了这样的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你就在台南定居下来了耶。为什么定居下来呢？因为我想要好好的
感受跟了解台湾这个社会，对，还有台湾人的心。了解，因为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到过说，你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人拿台湾的槟榔给你吃呀，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感觉吧？我那个时候是我来到台北第一天，我自己一个人从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6点，12个小时，在散步的时候，对，我想要半夜3更半夜想要买一个东西，对，是只有看到一个槟榔摊，那个时候还在营业。槟榔西施吗？一个老先生，老先生，OK 好。然后是我在那个时候，完全不会讲中文。了解。用那个举手，那就口嘞，阿嘞，然后就拿了槟榔吃了。然后老先生也很亲切的告诉我这个怎么吃。哦，了解。出来过就很有精神的。那个时候，凌晨已经2、3点的时候，是，已经做了8、9个小时。对。是吃了槟榔，就有很有精神。元気的是。继续走，老师他真的很厉害耶！你敢吃槟榔吗？你看我们自己台南人都不敢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因为这样一个，我觉得你还真的很有台南味哦。比如说穿这个拖鞋，你看多道地的台南。我想请问你哈，因为我知道您到台南呢，你是因为三味线所以去考台南的街头艺人，所以这样的原因呢，你当时呢对台南的音乐呢其实有很多的理解。你能不能示范一段你觉得还蛮像台湾味的歌曲？看你学了什么，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OK， 好。那台语歌吗？可以啊，我们希望您贴台语歌啊。好的，那就一首那我最拿手的是《望春风》。哇，你嘞，《望春风》老师。はい。落叶无破树顶的，清风对面吹。早起要花要出嫁，等着少年家。我人飘的面马白，下个男子的，想要问伊行歹势，心内大疑病。哇，老师，我们要鼓鼓掌哎！老师他用的也是一样是弦乐器哈。您之前对三味线有听过吗？是这样的一个乐器。第一次听到好像是在我们的台湾有一个电影，那个《海角七号》。海角七号，海角七号里面的是应该是乐琴哦，乐琴。乐琴，应该是用木头做的。所以应该是用蛇皮做的，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蛇皮线。蛇皮线，所以它是比较冲绳那边的一个音乐的感觉，只有冲绳才有的。了解。所以老师其实这个弦乐所表现的感觉好像比较沉哈，也带了一点点我觉得原始的沧桑的感觉。老师您也是弦乐器，要不然示范一下你跟我台南鼻的乐器，给我们欣赏一下好不好？我来弹那个就是在台南嘛，对，鹅啊，就天涯色一小段跟大家分享。嘿，好，我们听听看老师的一个这个弦乐哈，这个竖琴。很难得，一个竖琴是一个西洋的音乐，我们来听听看它怎么跟我们的台湾民谣也做一个这样的结合。
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竖琴的感觉哈，其实很优雅哈？你有没有弹过竖琴？我完全没有。真的哦，你刚刚听的感觉怎么样？一样跟你一样是诠释台湾的歌曲。第一个就是非常漂亮，非常美丽，而且老师弹的这个音色。音色也就打动我的心，感觉很不一样的音质哦。对哈，所以老师其实同样是这样的一个三味线跟这个竖琴，老师觉得它最大的音感带给人不同的一种声音的阅读是什么？就三味线它的声音，我觉得更有一种鼓的味道。对，它好像很像古代的行吟诗人哈，一边吟游一边唱的感觉，其实跟我们的乐琴的感觉是很像的。拿着它很简单的乐器，边走边唱。那竖琴可能它就是在一个空间里头，其实一种冥想之后的感受，所以那个陈阳色的感觉就觉得啊。真的很有那种深度的，我觉得属于鲜明的那种心情的情境放在里头了。所以我觉得其实选择乐器有的时候都是个机缘呐。很好奇，想问一下大栋，你为什么会喜欢三味线呢？因为我大概12年前去沖縄冲绳旅游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离岛，名字叫做与伦岛。与伦岛，对，是一个小小的，大部分都是甘蔗田的一个岛屿。了解。有一个晚上都是在甘蔗田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民宅。是。然后晚上有一个小广场。是。民宿老板还有邻居们跟游客们大家一起居住在那个小广场。对。然后主人也拿了这个帆线。对。然后唱了一段在地的民谣。对，然后晚上是天空是满满的星星，然后有微风吹进来，对，这个是很我真正感觉很放松。了解。然后有大家一起唱歌，有的人有跳舞，有的人喝那个当地的黑糖小酒。黑糖小米酒是的对，甜酒对，是。所以你因为那样会听到那个三味的感觉很好，就想学它了，是不是？所以我回到东京，就马上找一个冲绳的老师，马上给他学会，跟他学习。哇，3年。所以因为这样一个带着这个三味线呢，就来到我们台湾。乐器也是我的老师手工自己做的。真的很漂亮嘞哈，所以是用蛇皮所做成的，还有木头紫檀木的。所以老师，你看哈，有一说旅行，像老师你也到这个洛桑啊，也到德国里啊，在巴黎，我发现旅行其实有些时候会改变人的想法，对，会改变人的选择，对不对？那所以说，其实呢，这个大栋你在这一次我们这个节目中，你有特别推荐的一本书，就是《福尔摩沙山竹记》。那您为什么会想到推荐这本书给我们台南爱读册的朋友呢？这本书是一位台北的名医陈耀昌医师他的小说，对，一本历史小说。对，然后他的故事以17世纪荷兰时代荷兰当时有来到我们台湾，发生一些爱情故事，对不对？这个故事其实给人感觉是有带一点悲伤的哈，所以我就说，你当时呢，我在跟您谈话的时候也讲到说，你很想用你的三味线，然后去表现这个小说中你所感觉到的情感，所以今天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三味线跟一个爱情的这种情感的非常抒情的曲调吗？好的，那你要麻烦你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喽。好的。那这首是这首歌名字叫做19の春，中文名字是19岁的春天。为什么我选这首？第一个是这首歌是我就是呢在渔伦岛听的，了解，在地的民谣，了解。然后另一个是这个是也是有一点点悲伤，了解。一个女生是19岁的时候爱上一个人，对，然后已经到老年的时候，就听到对方要离婚了，就跟他说，
现在如果要离婚的话，那能不能让我回到19岁的时候？然后可以跟你再回到过去，跟过去19岁的重逢。我觉得听你这样讲，跟那个福尔摩斯三足记的那个爱情的感觉有点像，对不对？时间的概念，对，很像。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好的。私があなたに惚れたのはちょうど19の春でした今さら恋というならば元の塾にしておくれ哇，真的是要鼓鼓掌！老师，你有发现哦，他刚这样弹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乐曲是一再一再的复叠，很像是我们中国诗经里面那种复沓性的结构哈，所以它真的跟乐琴比较像，比较像是我觉得民歌，它的旋律是很简单，它就是一再一再的这样的复唱哈，所以其实它正好跟这个我们的竖琴展现两种不同的感觉。竖琴是这种反复的一种华丽，对，那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比较深层的一种铺垫。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乐曲，可是一唱再唱，很像在写一个民谣一样，告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相信这个大洞，不管你在旅游台湾，或是旅行日本，或是你在这个三味线的吟唱中，都让你很多很深的感触，所以你就变成很喜欢书写了。听说你最近在翻译这一本书呀？是的，我正在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我希望明年或是2年后，能够在日本出版，让日本读者们是透过这本书的故事。对台湾能更了解，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其实你在某个程度上，你的翻译啊，或是你的这个今天用三味线来唱我们的台湾的《望春风》，你都可能有个动机是希望让日本朋友有更多的交流，知道我们台南有什么，对不对？是的。所以其实因这样的缘故，所以我知道你也写过了蛮多本有关台湾的书、旅游的书，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写的哪几本吗？老师他真的很厉害呢。你看他刚刚那个《望春风》，错就跟和你字正腔圆。那书更是哦，我们来听听看。我写的第一本书是日文书，是，名字叫做《台湾环岛》。哦，台湾环岛，对，环岛，然后南风的4秒，4秒。哦，我知道，就是用南风，他一直喜欢台湾那种湿湿的南风吹起的感觉哈，所以写了。这第一本，那第二本呢？第二本叫做《游步台南》。
游步马上就 focus 在我们台南了。我知道，游散步台南，对不对？哦，了解。所以这2本书其实就我觉得很核心的去写你对台湾整岛的一种印象。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边聊这样的，虽然是以音乐作为媒介，但我觉得2位老师都有一个特质。其实洪老师也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之后，终于回到安平呢，然后呢做了一个蒙娜米我的朋友的小客厅，然后呢招待很多朋友过来。那大栋呢，您也是走过很多地方之后来发现台南也是很好落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呢都非常非常的幸运。因此，我们想在这小客厅里头，我们想邀请呢大栋跟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来讲一句话。那句话呢，可能是你对台南你最直接的感觉，跟对我们台南爱读册的朋友的祝福。你想讲的是哪一句话呢？要一句话是形容我对台南的感觉。是了解。是台南的一个充满古人智慧的地方。哦，了解。所以呢，因为这样缘故呢，难怪大栋在台南落足了，而且呢，永远我们每次文化活动里面都可以邀请到你，为我们台南大家一起加油。我们对，这是我们的福气，对不对？好，所以老师，我们下次我们蒙娜米的这样的小客厅，以后的课程也可以邀我们大栋一起来当朋友了哈。对，我们今天谢谢大栋敦史来到我们节目，好，也谢谢我们的洪老师，谢谢。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离离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